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
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咱做伙用这首圣诗来祷告而乐主。上帝行要用伊圣心，甲你听来包围你，伊要充满你的心，予你满足。伊要担当你一切苦恼，享受平安的信心，当恁伫你生命中，予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受着声欢呼就快乐，你的心充满喜乐，得去向就要完顺服你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通靠你依靠予伊，你通我靠伊的名亲自用我。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搁一摆来呼求咱的耶稣，耶稣，主耶稣，求你充满我。耶稣，主耶稣。当咱搁一摆来到伫主的上帝来追求做咱的主耶稣的时阵，主就会到伫咱的中间，伊就会来帮助咱。咱三个用这个圣经诗篇86篇第6节，咱三个来宣告：上主啊，求你阿耳康听我的祈祷，阿乐听我恳求的声。诗篇86篇第6节，咱大声要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通来感谢我哋咱的上主，因为伊是万主的主，伊是独行其事的主，伊创造万物，伊是公义佮慈爱的主。咱也当来到伫主面前来做认罪甲悔改，但悔改的规程来敬畏咱的上帝。咱三甲开声来祈祷。主上帝，我这是来到伫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我的主，来感谢你，来一起做。你消失了，你把你，我是靠靠你，你靠你，我才叫做。
主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圣的主日，伫这个水的早起，阮三甲会到伫主你面前，要来敬拜你。主要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的上帝，阮的逐项拢是主你所想事。我会通伫各一摆来到伫主你面前来敬拜你。阮相信这也是你的恩典。我相信你所创造每一天拢是好的日，拢是水的日。当阮各一摆体会阮的目睭的时，阮就要来感谢你，要来学罗你。这时，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出你恳求来，也要来伫这个中间来认罪悔改。虽然阮日常生活中间，阮常常得罪你，阮感谢你，你有缘无弃杀我，你要帮助阮来赦免阮一切罪过。阮感谢主的恩典，当心伫你面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做医治甲透放的祈祷，咱会通邀请主耶稣来将做咱的主，无论是咱的心灵的主、思想的主、感情的主、意志的主，也是身躯的主。咱会通将咱的烦恼拢交托伫主的面前，也会通下手伫咱的胸坎，也是咱病痛的所在，来主祈求，互咱家己会当饶赦伤害过咱家己的人。常时会当求主的疼来充满医治咱的心灵，通用主的疼代替疼遐伤害过我的人。咱当声来开嘴，来做医治甲悔改的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无论是心灵、意志、情感，也是阮的身躯，主拢是你所掌管的。我要讲，搁一摆将家己交伫主的面前，愿主你来掌管阮的全人全心。我要为着主你来活，你互阮所行出来每一项事，拢是主你所欢喜，主你所喜爱，主你所爱阮所行的。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主要因为你是医治的主。当我下手伫阮的胸坎，还是阮的病痛的所在时，你的医治就要临到伫阮的中间。你也帮助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有身体欠安的心灵有欠缺。主求你来帮助来医治，我伫你面前当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来咱要为着主日来守望祈祷。咱做伙来为着咱教会的牧者，也以及中集团队伫即礼拜参与伫逐项活动当中，会当守望来祈祷，求主来的恩典来享受属天的快乐权柄。来互因所服侍的时间，当荣耀上帝，会当互人得到利益。咱也要为着咱的教会60周年的感恩礼拜，要伫11月初2伫通国小的礼堂来举行，也要举行礼拜5暗，也要举行感恩的回顾音乐会。求主来带领咱所有的家人的兄弟姊妹，当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来见证主的名，也继续引带咱正做。对外是宣教的教会，对内是祈祷的教会。互咱兄弟姊妹有更较热切的祈祷生活，来经历圣神充满甲见证，来活出主的大快乐。咱当声开嘴来祈祷。
上帝，阮感谢你，你带领阮的高南教会有60年的时间，你予真侪的信仰前辈来伫遮起造教会，来建立教会。只是阮伫今年中间，阮也要纪念教会设教60周年，有举办侪活动。到第11月初2，阮要举办感恩礼拜，要将恩典所有的感谢献上伫主的面前。望主你来保守阮的教会，对待了后，也有主你的圣神的引带，充满伫阮的中间，就互阮的教会一代传过一代，会当继续来传扬主的福音，来起造教会以及上帝的国。望主来帮助阮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同心来起造教会，对内诚做是一个基督的教会，对外诚做是一个宣告的教会，同心热切来献乐做福音。今早起的敬拜，阮要恭敬交伫主你面前。只是阮要三个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立地，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像着天里。阮的日息也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真。阿门。心灵破碎的人，拯救心痛悔的人，二人有真侪苦难，毋过上主救因拢脱离，上主保全因拢总的骨头，一支都无拍折。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0首，我目举起望天，请起立吟全首。从
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向你献上感谢，你是创造天地甲海，日月甲星星的主。阮伫拜一，过去的拜一，阮有过中秋节，阮有含阮的厝邻的人三甲团圆，嘛伫这中间孝念主你，欣赏主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伫过去的拜五，阮有庆祝双十节、双十节，也阮也孝念伫台湾即块土地，阮着爱怎样来为伊来听惜，来为伊来祈祷，也互阮的心，无时常伫过去悲哀的状况，互阮会当知影阮头前的路，主上重要就是主，阮每一个人拢是主照你的形象所创造的，互阮会当用相听的心来彼此相听，来行头前的路。主，阮也将每拜三的祈祷会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因为主你爱阮是做一个祈祷的教会，毋是参加祈祷会的人。求主保守每一区伫来带领的时，圣神含阮三甲伫咧，互阮无惊吓，互阮会当真顺时来准备，互阮所带出来祈祷会当合主你的心意。主，阮也将今仔日下昼有60周年音乐会筹备会，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圣神引带阮，互阮所筹备的会当圆满，互阮伫10月31即个音乐会有好的音乐，也互引带每一个会众孝念主，你引带阮伫60年代，每一个脚步，互阮会当有新的出发。主，阮恭敬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圣神引带阮，互阮安静伫主你的面前，互阮的心毋是一个石头的心，是一个肉的心，互阮的骨头会当骨活起来。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18篇，就是诗篇67篇，启用文第18篇，愿上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伊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一声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因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的万民拢敬畏伊。这是请子弟团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歌是新的意象、新的方向。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7章1节到10节。以西结书37章1节，上主的气力充满我，伊的神带我去一个山谷，迄个山谷四界拢是骨头。伊带我行透规个山谷，我看见骨头遍满山谷，遐个骨头拢焦酷酷。伊对我讲：“人子啊，遮个骨头减袂阁活起来。”我应讲：“至悬的上主，这只有你知。”伊阁对我讲：“你着对遮个骨头传达我的信息，讲古代的骨头着听上主的话。至悬的上主对恁讲：我要分开入去恁内面，互恁活起来。我要互恁生根生肉，佮用皮甲恁包起来。我要分开入恁内面，互恁活起来。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在讲的时，忽然我听见起起哭哭的声，骨头甲骨头连接起来。我注意看，骨头开始生根生肉，佮有皮甲因包起来，毋过无活去。上主对我讲：“人子啊，你着对风传达我的信息，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风啊，你着对四面吹来，吹入去遮会互人杀死的人内面，互因活起来。”我就遵照上主的命令传达伊的信息，气就进入骨头内面，因就活起来，徛地。因的数目亲像军队，遐尼多。以上，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打骨骨活”。请咱同心来祈祷。最尾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伫国庆的连续的休假中间，互阮会当兄弟坐坐出入平安。也伫即3天的中间，有遮个牧区，也是来举行遮个退休会，以及顶礼拜中秋的连续休假。主啊，阮也看见上帝你听台湾，互即块土地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互阮会当风调雨顺，也互阮的执政者甲阮的政府的官员会当有真好的规划，来伫逐所在每一个城市来开发、来建设。主啊，总是阮也知影，主这比这更较重要的，就是阮爱来将阮的信用来保养，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甲好消息，互阮当来见证保养主你的好名声。以及今年是迦南教会设教60周年，伫60周年的中间，上帝你兴起侪侪牧者兄弟，诚侪担任职事，诚侪长老做伙参与伫教会的圣工。互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会当伫桃园市，伫即个所在来高举。主啊，阮要献上感谢，总是也要为着后一代，为着头前的路，继续来努力甲拍拼。主啊，阮搁一摆要来到你的面前，通过你的话来敬拜你，也愿上帝你的话会当成做阮骹前的顶路上的根。安尼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伫顶礼拜中秋，即礼拜国庆，咱有真侪休假的时间，毋知影大家安排了安怎？牧师安排了，即马拢小可烧声，袂当无声因为甲青年去退休会，牧师参加每一个牧区无共款的退休会上忝的就是即个青年因为叫游览车要省钱，爱开车，爱搁载人，爱搁扣客，然后呢，安排即个路线呢，是安尼，拢在晒日头的，在太阳底下呢，晒到安尼乌索索，然后还要搞到晚上12点多，搁袂当休困安尼。不过这就是少年呐，少年就是安尼，甲体力用袂了，所以因嘛是暗暗困，早早起来，然后搁伫遐安尼走这边，搁走迄边，走来走去，但是看到咱教会青年安尼有在做代志，阮也是真欢喜。嘛，看起讲遮个青年，也当伫少年的时，就会当参与伫教会的圣工，也是事工，这拢是真值得咱来欢喜。咱的以西结，搁今日已经来读到伫即个33章咱搁15天，搁2礼拜，即个以西结书就要来读完。这是一本真无容易消化的圣经但是
咱若无去甲消化，检测当真做会变做咱生命中间一个欠缺。因为这个信息，你真正愈看愈听愈感觉重要。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大家牧师伫遮咧讲道时阵，你较望听牧师讲笑话，还是讲圣经？讲笑话，讲圣经安尼。啊，你若较望讲牧师伫台顶是讲好听，还是讲迄个无好听的话？这人生上讲真实的话就好，讲真理的话。好，所以有时阵呢，听牧师嘛咧准备信息的时阵讲，即个若是照圣经来讲可能牧师讲到了，拢甲大家拢得失啦。好，但是这就是先知以西结伊所拄着的处境，伊要安怎将上帝讲的这无好听的话，爱老老实实来讲，互人听，然后佫会当听入去。我感觉这嘛是做咱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学习。伫最近，咱的台湾即个公福，伫2礼拜前就2礼拜外前，来拄着即个风台落大雨，造成即个土石流即个堰塞湖的即个即个淹大水啊！迄当时呢，真侪人判断讲，即时即个公福要清大概爱3个月，甚至可能爱半冬啊！迄当时迄个土石流实在是太大太多啊！但是呢，无想到讲只有半个月，15天尔，光复呢就宣布正常上班上课。好，所以安怎做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做到的，还是这个光复乡的乡长就厉害？好，我相信咱大家拢有看到新闻，就是咱台湾出产足侪超人，叫做啥物超人？产值超人啊！好，这个产值超人呢，因就是大家早家己的家私啊，所以只有2礼拜外的时间，将近40万人次，40万人次，大家是无领钱、无领薪水，甚至迄便当安怎嘛毋知影是家己准备，有诶是家己准备，然后就是要去帮忙，所以互一个本来想讲即下害啊，即下功夫去互土淹去啊，可能按3个月。半冬袂当做生意，袂当上班上课，但是2礼拜以后，因竟然宣布讲恢复正常上班上课，这真正互咱看到是一个高大的骨，佫活起来。这是伫咱的台湾这块土地所发生的代志。但是伫即礼拜中间，过去即礼拜中间，咱嘛看见一个好消息，咱伫祈祷会才咧为即个祈祷讲。以哈战争，以色列甲即个哈马斯，2023年的10月7号半暝啊，哈马斯用3000粒的飞弹，3000枚的飞弹，迄阵有人讲是5000枚的飞弹啊，安尼弹去以色列，以色列安尼打他个落花流水，措手不及。结果以色列原来厉害，5000粒也好，3000粒也好。因受的即个损伤非常的少，因为就大家讲，原来以色列有一套叫做铁穹铁穹，伊会当来保卫因的国家，所以就算讲一届3000粒的飞弹弹来时阵，因内面犹原会当过了真平安好势。但是呢，因就开始来报复，所以以色列就开始甲对这哈马斯，甚至就是这个加沙走廊、巴勒斯坦，甚至呢，佮甲这个伊朗，嘛拢对呛，拢拍起来。但是呢，伫这礼拜拜三的时阵，传出来讲，这个以哈呢，因要宣布这个停战，要拍这个和平的契约。就是要互即个已经受伤2冬来2边拢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即马通过美国总统，伊伫即个中间真后看有人讲伊是要为着要摕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啊，不管是毋是但是伊真正促成2边的国家真正拢愿意放下即个怨恨啊，然后呢，双方会当好好坐落来。望这个和平会当继续持续下去，但是嘛，望讲这个调解这个和平，不是讲为着钱、为着利益、为着这内面的一小部分的人的好处、少部分人的好处，但是却失去上帝的公义，所以爱敲出是真正有上帝的话，会当进到伫这个
以色列也是即个巴勒斯坦即个所在。先知以西结就是伫即个时代中间，伊来传出一个要紧的信息，就是高大的骨头要割活，枯骨要复活。好，请跟旁边说枯骨要复活。啊，台语高大的骨头要割活，高大的骨头要割活。好，今日看到文道兄来做礼拜哦，原来是真无简单哈，伊才退因2天吼，就赶紧要来做礼拜哦。伫咱中间，伊敢要爬起来，咱家一个拍婆啊，好，甲伊祝福一下安尼，好。啊，嘛看到咱真侪长辈啊，早起啊做礼拜，伊敢要对入门要爬迄个坎，安尼斜坡起来啊。好，一般的人差3秒钟，5秒钟你就爬起来，伊可能爱伫遐爬30秒钟，爱用真侪气力，但是呢，我相信遮个长辈、遮个时段，阮仔拢有一个心，就是要来敬拜上帝，要来亲近上帝。但是人老啊，食到一个年岁，真正体力无法度的时阵，你嘛会感受到，即个体力有差。甚至这2天青年要出去退休会，牧师娘伊就安尼又去闪着，所以伊就扮演里面的老人啊，就安尼就爱出门就爱人欢的，安尼连续2天又闪着，因为要去做运动，做一个伤拍拼呢，又去闪着。但是呢，真正到一个岁阵，咱会感觉讲，真正身体不听使唤，甚至有可能咱见上帝。咱咧变做骨头去的时阵，但是上帝既然互以西结看见一个无可能的异象，就是人拢死啊，拢剩骨头啊，肉拢无啊。但是这个骨头呢，死人骨头竟然要割活，伊死人骨头以前拢是迄个太太咧骂翁啊，细汉阵定定咧听到，毋是阮妈妈咧骂阮爸爸，是我伫咧电视上常常咧听到，你即个死人骨头。但是呢，死人骨头呢，既然会当割活，这真正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先知以西结2500年前，伊就上帝互伊领受这个异象，所以这个死人骨头会当搁活起来，会当搁替上帝来做工。先知以西结，这本册呢，咱这礼拜今日开始要读的，从这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天，33章到39章。就是这本册里面，以西结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嘛是上精彩的部分。所以牧师真期待，来准备这礼拜的这以西结的信息。但是嘛，真望兄弟姐妹，你可以路过，但是不要错过。就是要安怎来好好来看一个死人骨头，这是历史上真伟大上帝的预言。伊要互迄个趴远。已经死啊，无生命的所在，但是竟然当搁活起来。所以这7章里面，对33章到39章，这7章呢，每一章我拢甲伊号一个名。33章叫做守望者，34章叫做好牧者这个有点35章叫做歹厝边，36章是新的生活。37章是新的生命，38章是大灾难，最后39章是大复兴啊！因为台语较歹读，咱用华语对33读到39章来。守望者、好牧人、坏邻居、新生活、新生命、大灾难、大复兴，好像在念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呢，就是要互咱大家较容易会记得。对今日开始读的这个33章，到后礼拜日的39章，是规本以西结书48章中间一个上界精彩。因为上帝的宣布要审判也好，要降灾祸也好，已经拢发生啊，已经拢实现啊。过来，上帝后壁要做什么？上帝后尾就伊的目的是什么？对33章到39章，每一章上帝拢有一个任务，毋是要互以西结，是要互伊的百姓来知影。譬如讲33章，上帝搁一摆叫以西结设立伊做守望者，这个守望者，伊的主要任务
就是爱去警告，警告人毋通搁将上帝话放袂记，去警告人毋通将上帝话当作是耳边风，左耳进右耳出。等上帝若听到上帝话受警告，安尼人的心才会当安怎回转。所以守望者伊上界要紧的目的，就是爱互人的心会当转转来转上帝。然后34章的好牧者，好牧者的工课，上帝讲爱派出去敲吹，吹上帝羊群，看这羊群食好有食好，有困好，有对了有好无？这羊群吹转来了后，爱甲因照顾，爱甲因牧养。上帝讲就是爱互这羊群得到什么？平安，就是爱互这羊群来得到平安。35章歹厝边是用以东来做代表，这个以东就是因的兄弟，但是呢，既然也是甲伊安尼真正，但是毋是只有以东，上帝羊群嘛拄着这个豺狼甲野兽，嘛拄着这个虎、这个豹甲这个狮去用吞食，所以以色列百姓把去互狩猎去到伫巴比伦，所以上帝甲因讲。你毋是有这个守望者，有这个好牧者就有教业。你也知影，伫即个世间，犹原有魔鬼亲像后叫的狮，世界在游魂在敲吹通吞食的人。所以你就知影，恁爱真正，因为恁若无真正，你就去安怎？去用掠走去，去用吞食去，去用加去。36章讲到爱有新的生活。一个上帝百姓，互上帝管教，互上帝拯救了后，这个新的生活就是上帝要甲因带转来。过去上帝互因狩猎去到伫巴比伦，但是上帝讲，恁爱转来过新的生活。上帝甲恁带转来这个所在，毋是带转来继续伫遮来犯罪。上帝甲因带转来，互因一个任务，叫做生养众多。我甲留2个字：生养。上帝甲因带转来以色列这个所在，已经有3批狩猎，去掠去巴比伦的就有3批。但是上帝讲时间到70年满，上帝要甲因带转来，然后互因伫这个所在生团做做，互因生养众多。所以36章，上帝互因看见一个异象，因时间到。70年满，伊就要转来到这个所在啊。然后37章就爱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明怎来开始？上帝带因带转来，互因头一个任务，就是爱伫这个所在来起造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上帝爱因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37章用一个譬如，用2支管。这2支管，上帝甲伊夹做伙，一支管是北国以色列，一支管是南国犹大。但是上帝甲伊合做一支管，就是爱合一的敬拜，合一的敬拜。38章等于会晓合一的敬拜。上帝讲后壁还佫有苦难，后壁还佫有最后的一关的试验，就是爱拄着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大灾祸，就是上帝最后的审判。这个最后的审判，上帝百姓就是爱吞忍、爱忍耐，忍耐到底才能够得救。所以上帝伫这个最后的审判的中间，爱伊的百姓好好知影，我靠上帝，等于通过这个灾难、灾祸，通过上帝的审判，安尼才当进入到最后的39章，就是大复兴。这个大复兴就是要得到报赏。这个报赏就是上帝荣耀，上帝荣耀。所以我拄则用5分钟，对33章讲到39章，就是互咱知影这7章，亲像一礼拜的7天同款。7天的中间，上帝要互咱做一个守望者，最后看见上帝伊所要赏赐的大复兴啊，大复兴。嗰2礼拜。过2礼拜较加3礼拜无够的时间，咱就要伫桃园国小要来庆祝嘉南60周年啊！我相信庆祝60周年，是一个大欢喜的代志，因为是一假日，就是5次的12年啊。
那是12生肖安尼轮5届啊。但是60年是一个5万，但是60年是为着要来准备70年啊，70年。所以伫咱今年的60周年的这个最后的结束，咱是要来肯一个目标，就是要为着70年来努力。意思就是讲，咱在庆祝60年的时阵，咱就要开始来想迦南教会70年的时阵要成做什么款的迦南教会。咱是要安怎样来迎接这个迦南教会70周年？我相信70年有可能真侪咱中间的人检测身体佫足勇的70年大家变佫较少年70年以后大家头前会佫较多皮肤会佫较好有可能无？有爱有信心因为死人骨头拢会当生出肉所以咱有这个死人复活的枯骨复活的信心。70年的时阵，甲你隔壁讲，迦南70年，你会佫较水，佫较缘投；迦南70年，你会佫较水，佫较缘投。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真正上帝恩典。若无上帝恩典，佫过10年会艰苦啦，乌鲁木齐啊，但是咱有上帝恩典。伫70年的时阵，咱当看见上帝伊安怎帮助咱，互咱当佫较水。佫较勇敢，精神佫较好，因为这是上帝一个步骤，上帝一个处事，就是互咱会当警醒来开始，最后会当来经历这个大复兴，就是上帝的报赏。我要来请大家来继续来读，咱今日读37章的第10节，咱要来读11节到14节来请上主对我讲：人子啊！这个骨头就是以色列人，因讲阮的骨头大壳壳，无五望，无前途，所以你着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信息，讲：至高的上主安尼讲，我的子民啊，我要拍开恁的坟墓，互恁对墓出来，带恁转去以色列地。我拍开恁的坟墓。带恁出来了后，恁就知我是上主。上帝甲以色列讲，这个骨头，死人骨头，就是讲这个以色列人，因呢，就是性命已经拢拍到打去啊，甲上帝已经无感情啊。当上帝在讲话时，伊无感动；当上帝叫伊唱歌时，伊无想要开喙；当上帝叫因祈祷时，伊嘛平淡祈祷。上帝爱因做礼拜，伊嘛无爱出门。所以因变做死人骨头，骨头拢大壳壳，无五望，阁无前途。拄则咱咧讲到迦南70周年，我毋知影当有5望无？你若有5望，你就是一个有活命伫内底。但是你若感觉讲阁10年，这10年就足歹过，是要安怎70年？你若安尼就变做无5望，就无有前途，就代表咱的骨头已经拢大壳壳。咱的迄个灵命已经无有上帝营养分伫内面，但是上帝叫以色列去传达上帝话，因为上帝话才会当互死人骨头阁活起来。阁讲一解，只有上帝话会当互死人骨头安怎阁活起来。所以你若想要伫10年以后，迦南70周年。又亲像一尾活人，佫会当活到足好势，骨头佫安尼足生嫩的，毋是生嫩，骨头安怎？骨头佫足勇的，骨头袂使生，骨头嘛袂使嫩，我的生嫩是讲松软啊，骨头就是亲像五中长老安尼，骨头安尼足嫩的安尼，毋是迄个生啊，嘛毋是迄个嫩是骨头佫足勇的。你就要有上帝话进入伫你的内面，咱的骨头若无上帝互咱的营养分的时阵，咱的骨头就愈来愈大，愈来愈沉。但是若有上帝话，所以12节，上帝讲，你就要对我的子民传达我的信息，就是互上帝话进入上帝百姓的耳孔，然后到伊的心，然后通过伊的心。送到全身躯，然后当进入到咱身躯每一块骨头内面，拢有上帝营养。安尼，你就袂带伫木仔煲内面，
会对坟墓内面出来。安尼14节，咱做伙来读。我要将我的气分入恁内面，互恁活起来。我要甲恁安置伫恁家己的土地，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我讲出嘴，一直实行。上主安尼宣布。当上帝话进入咱的耳孔，就亲像上帝的神，亲像气分入咱的内面，互咱内面有上帝话营养，会当个活起来。等咱有这个上帝营养个活起来时阵，咱才有这个气力，会当出去做工。咱才有这个气力，会当亲像约书亚同款，出去得地为业。上帝要赏赐互咱的迦南地，这个老年甲米的地，咱才会当去得着，咱才会当去领取啊！是因为有上帝话进入伫咱的心，然后互咱的手骹有气力，才会当做上帝的工啊！所以咱毋知70年，上帝阁赏赐咱迦南教会一块土地无？你有信心无？有啊，有信心，无信心无要紧，爱听上帝话，读上帝话。好，检查咱迦南教会这块地，还佫有隔壁，这是咱即马迦南教会所拥有的这个土地，是伫中华路的所在。过去咱嘛有真大地土地啊，但是咱拢有做处理，但是咱毋知影上帝要安怎祝福咱的头前的路，咱就要注意来听上帝话。上帝若要赏赐互你的，我相信毋是只有安尼若定，亲像上帝要互亚伯拉罕的土地，迄块地上帝甲伊讲到偌大，迄块地上帝甲伊讲从两河流域一直到地中海，是比今日以色列搁较大、搁较大、搁较大。会当讲整个中东地区到土耳其，迄嘛拢是上帝要互因的，但是因的信心只有到遐时阵，因才会当得到遐。我毋是讲要来推销土地，也是讲叫咱爱去买地，大家开始咧紧张，牧师开始咧喊面啊，牧师开始咧做面梦啊，要来买地。我嘛无遐食饱遐赢啊。但是我是讲，咱爱知影，若上帝要赏赐，若是上帝要互咱的，就爱听到上帝话，用信心，咱就爱有准备心，因为上帝一直要赏赐互咱的。毋是只有地上，是伫天顶的，是迄个永远的土地啊，永远的土地啊。伫今日这篇的信息的中间，我想嘛要是咱后礼拜，咱2礼拜前选出咱明年度有新任的这个长老甲执事啊。后礼拜咱就要来做这个时间的检讨，然后后个月咱就要来做这个核心同工的退休会。就要来安排时间，就要来开始编这个议程，然后咱就是要开始来做工。其实今年2025年，真感谢主，互咱旧年要用真侪时间来规划，所以今日咱做的大大小小的时间，其实拢真平顺。然后咱拢是伫这个时间议程，拢会当照表来操课。嘛，期待这是咱迦南教会一个真好的传统啊！当我传道书派毋是。受邀请到遮要做前的牧师，头一届来参加迦南教会中职会时阵，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讲，迄阵我做传道3年了，然后来参加迦南教会中职会，迄阵地牧师佫叫我祈祷，伊甲中职会煞，伊就叫我祈祷，我佫会记得我的祈祷，因为迄个感动就足强的，讲我的祈祷就是讲，5万全长老教会的遮个教会啊，拢会当亲像迦南教会共款啊。迄时阵是我30岁，应该讲31岁，来迦南教会，头一届开中职会了的祈祷，就是祈祷全长老教会都会当亲像迦南教会共款，会中职共款，大家当真认真，大家当安尼分工，分配工作，分配了足好势，因为听每一步在报告的时阵，我讲这每一步敢咧企业共款。甲大家拢咧做即个公司共款，拢安尼真认真伫规划伫做工，这是我的小小的祈祷。但是我感觉20年了，即个感动，犹原共款，就是咱的迦南教会，咱的中职要安怎样做伙同心，会当做伙来合一。我相信嘛是即礼拜，即个仪式结束，
好，所以要互咱学习的功课。所以最后，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这7章内面，咱要安怎放伫咱的迦南教会内面。33章，上帝爱咱做一个守望者，这个守望者就是爱出去警告。所以我期待，咱的迦南教会，每一个人拢爱去传道。甲咱隔壁兄弟讲，咱每一个人拢爱去传道，咱每一个人拢爱去传道。这个传道毋是讲你爱去读神学院才会当传道，这个传道毋是讲你一定爱去奉牧做牧师你才会当传道。你只要读圣经的人，就会当安怎去传道，将上帝的道会当来传出去。所以期待咱伫迦南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去做外展，就是将上帝的话会当传到外面去。不管这个话是上帝祝福的话，还是这个话是上帝警戒的话，但是咱拢是一本会当行路的圣经，会当将上帝的话传出去。第二个34章，咱来做一个好牧者，就是爱去祈祷。甲咱做伙兄边仔兄弟讲，咱来做伙来祈祷，咱来做伙来祈祷。咱的教会一直拢有一个目标，对外是传道宣教的教会，对内咧祈祷的教会。咱要安怎祈祷？我相信这个夏中间牧师有一届要邀请伊来咱的333祷告会。伊讲伊遮老啊，伊个带淡水，遮暗，伊无法度出门。但是伊有写一篇文章，就这篇文章就是咧写互咱，就是讲伊期待咱的教会会毋是只有为着祈祷会，爱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啊。所以我看伊写即个了后，讲这真正就是咱迦南教会过去一直在宣布，一直在宣告，咱要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要安怎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所以咱会对第4季开始，咱每一礼拜祈祷会拢经过牧区来主持，然后来设计，来邀请。所以咱头一批就是这个青年牧区，顶礼拜来这个祈祷会，因来准备，因来分享，因来见证。结果呢，这礼拜祈祷会，人嘛差不多30几个，但是呢，线上的人数偌济呢？咱来看一下周报的第6页周报第6页。这礼拜咱的应该讲顶礼拜，咱的祈祷会现场来参加有33个，伫线上参加有几个？179， 179个我嘛看到这个数字时，我再去确认，讲这个数字是对啊唔对，所以咱的干事过去再查一次。咱逐礼拜拢线上嘛差不多30几个，但是呢，顶礼拜咱的线上呢，竟然将近180个来参加。我相信这嘛是一种上帝互咱的鼓励，就是咱当用各种的方式去传道，咱嘛当用各种的方式来祈祷，来祈祷。因为你唔知影，虽然这个 YouTube 无甲咱讲是虾米人来参加，但是这个179是代表179次来参与在这个线上祷告会，咱都是用24小时来计算，因为隔天要放假，所以咱还没有用24小时，我们大概只有用20个小时来计算而已只有用20个小时。但是就是讲上帝神要来做干时，咱就爱知影，咱爱去传道，咱爱去祈祷。第三，咱阁爱做门徒的装备甲你隔壁还在讲，咱爱做耶稣的门徒，咱爱做耶稣的门徒。拄着歹处比你要安怎样？你就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歹势。袂当做门徒登山宝训，人若甲你扇你正边的喙皮安怎，倒边就准备好互伊扇。人若要抢你外口迄领衫嘛，内底即领裤子嘛送互你安尼。人若强迫你，甲我去行1里的路，你嘛爱备办心行2里的路，2 mile 1.6公里就是3.2公里
文图，就是你有受装备啊，你愿意去征战，你愿意甲耶稣来派世界，叫做文图。阿门。你若要做一个信徒，信徒我读圣经，上帝讲以牙还牙，我就以牙还牙；耶稣讲上帝讲以眼还眼，我就以眼还眼，迄是信徒。但是做一个文徒，你是有决心，所以咱的教会，伫旧年开始，咱就有这个 A1 初信造就，甲 A2 长大成熟，就是要帮助咱做一个文徒。所以无需要期待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买当来上这个课，至少你有报名，你就安怎摕到这个课本，然后今年还阁免钱，每年开始爱交钱。你若要上 A1、上 A2，拢爱交钱。交钱安怎？毋是教会要甲你收，这交钱嘛是用伫你的身上啊。所以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做一个文徒，安尼等你拄着歹处边的时阵安怎？你才知影安怎去征战，迄个好的征战啊！第四，新的生活就是咱爱学习听人，咱要生养众多，就是咱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啊！就是咱爱学习听的功课，对听你的某、听你的父母、听你的囝人、听你的兄弟姊妹开始。所以这是伫侍奉的中间，咱的教会的侍奉。就是要来安怎学习去听人，新的使命就是爱听上帝，听上帝就是爱起造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上帝，敬畏耶和华，爱伫敬拜中间会当合做一体啊！袂当讲哦，这是北国的，这是南国的，这是这边的，这是迄边的。我常常嘛提这个人，伫高雄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内面在冤家的时阵，这个教会安怎？因就分做两边的礼拜。因个教会足快，700-800平。然后呢，一边伫礼拜等礼拜，佮选共时间咯。一个要伫教育馆做礼拜，然后因做礼拜，譬如讲9点半，两边的人安怎？拢伫教会门口，就讲来，阮这边礼拜。这边人讲安怎？来，阮这边礼拜。所以大家要做礼拜里边安怎用唱的，大家变做用唱的。所以迄个厝边，因迄个即马是观光地区，遐个厝边看着安怎？你这个教会是安怎样？来做礼拜拢爱用唱的，安尼会敬拜，咱想看觅啊，上帝敢会欢喜。咱伫敬拜中间，就是要合做一体，爱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同样的心智啊，爱心相同，情感也相同。安尼咱咧敬拜上帝时阵安怎？才当专心全灵来敬拜上帝。拄着大灾难，上帝讲伊要审判，有最后的审判。这个审判就是上帝爱咱做忠心的奴仆。咱要安怎讲做一个忠心的奴仆？上帝就是讲，你人伫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伫上细汉的代志、小块的代志不义，伫上帝大的代志顶端嘛不义。所以在最小的事上，上帝就是用钱财、用财物来看一个人，伊是毋是有忠心，伊是毋是有甲上帝清楚，这个钱伊是毋是拢会当清楚来交销。这是上帝要看咱的忠心。所以咱要经过这大灾难，要通过，就是咱爱伫钱财顶悬爱有见证。甲咱隔壁兄弟讲，咱伫钱财爱有见证，爱有见证。咱伫钱财爱有见证，就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咱是毋是摕来追求金钱，毋是咧拜钱财、拜这个马门，是要用钱财来荣耀上帝。最后大的复兴，上帝爱咱做一个好的管家啊，做好管家。这个好管家就亲像总务同款，总务拢总爱摕起来务所以咱这个总务部原来真辛苦要传这个爱餐啊，但是咱这个爱餐呢即马愈做安尼，大家愈有兴趣啊咱进前传100分，然后超足侪人无食着，要传120分，佫无够。顶礼拜传105分，嘛是食甲差不多啊。
好，所以大家对这个爱餐好愈来愈有兴趣，嘛是有遮个好的管家总务啊，好，拢摕起来舞。所以咱看到以西结，互咱学习，好，伫7个方面，咱拢爱操练啊。这7个方面，咱爱亲像传教者共款，爱传道；咱爱亲像祭司共款，爱祈祷；咱爱亲像耶稣的学生共款，爱做门徒，然后爱去听人，爱听上帝。爱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啊！这7个操练，嘛是咱教会5个部，好，甲2个事务，好，就是爱外展、牧养、装备、侍奉、敬拜、财务甲总务。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若选起来做中级的时阵，好，牧师的期待是每一个中级，这7个部分，你拢会当有机会去操练。好，所以唔通拢只有做共款的。好，因为有时阵咱会做惯势的代志，啊，我去伫即个部做部长，我后一回搁起来时阵，搁做共款的。但是我相信上帝是期待咱，这7个部分拢真要紧，咱都要当去学习，做传道的工作、祷告的工作、门徒训练的工作、爱人的工作、爱神的工作，还有做忠心的侍奉，还有做良善的管家。安尼，咱才当看见上帝互咱的祝福。今日的信息甲咱讲，大局要过活。咱看到这个大福音是对叨位开始？对守望者来开始。没有守望者，就没有大复兴。好，大家说一次：没有守望者，就没有大复兴。咱若期待咱的教会有大复兴，安尼咱先期待咱的教会有真侪开始警醒，起来警醒，起来祈祷，起来传道的人。所以，咱家己是毋是愿意成做一个守望者？你是毋是愿意警醒？你是毋是愿意较早起来？吼，甲牧师做伙来读圣经。虽然牧师讲的这个台语，有时阵互你听甲安怎，听甲3条线，啊，但是呢，我相信你的台语比牧师更较好。后一回，请你会当来录，请你会当用台语来传道，会使无？会使啊！吼，因为大家台语拢比我更较敖，你更较有资格会当去传上帝的话啊！咱嘛看见讲，上帝伊要大复兴以前，有一项的叫做大灾难，咱就爱避万心。但是上帝讲毋免惊，已经较赢即个世界啊！伫即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要赏赐咱有平安，所以上帝互咱大平安。互咱经过遮个灾祸、甲遮个灾难，互咱较赢即个世界。最后，咱的祈祷就是要求国外的主来清气咱，互咱当每一天欢喜听叹伊的诫命甲伊的律例。我知影吼，即个以西结真歹读吼，因为牧师大概要读吼，敢要读台语，要录遮个吼，我那真辛苦吼，就是讲我家己嘛感觉知影这是无简单的代志。但是等你读入去的时阵，就亲像先知所讲的，遐个话会当变做是蜜，变做是甜的，互你的心内底骨头安怎，毋是苦的。迄个上帝话，互你消化落去的时阵，互你袂变做是咧骨头拢甜苦苦、打苦苦。上帝是要来变做蜜，互你的骨头会当得到营养。所以你毋免靠这维他命 D。你毋免靠这维生素，当然嘛是真好。但是上帝话对你的骨头更较好，吼，甲你边仔讲，上帝话互你的骨头更较好。所以咱要好好来听上帝话，因为伊的话是亲像气，要分伫咱的内面，互咱的人会当阁活起来。就算讲你已经感觉你已经足亚烂啊，足亚善啊，但是咱要祈祷上帝。互咱对伊的话开始来警醒，互咱会当对伊的话成做一个好的牧者。对伊的话，咱毋惊拄着歹处边，有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咱嘛求真理的神会当复兴咱的身躯，互咱对内面到外口，对个人到家庭，对教会到社会到国家，会当转化咱的心灵，转化咱的家庭。转化咱的教会、甲社会、甲咱的国家，
互咱看见即个咱当伫即个世界上会当带来真正的和平啊！吼，虽望真侪人对美国总统有意见，但是你嘛袂当否认，即个美国总统伊有信用无？伊有咧读圣经无？伊嘛有咧读圣经。伊所做的代志，检测嘛有上帝互伊的感动，不管你有认同伊，还是无认同伊。当咱的国家的总统，还是当咱的咱即个城市的市长，伊会当来读着圣经，会当来明白道理，对你、对我、对咱、对社会、对国家，都会当带来祝福。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即段的时间，阮通过旧约圣经以西结书来做信仰的操练。虽望遮所发生的代志有真久长的历史，发生伫以西结先知身上的事，嘛互人真学得了解。但是感谢你，互阮知影，遮的每一句话拢是上帝你的祝福，要叫阮伫后日有盼望。主啊，求你也帮助阮，互阮愿意做一个守望者，互阮伫每一天的早起来时阵，为阮家己来祈祷，为阮的家庭来祈祷，为阮的社区、教会、社会、国家来敬献祈祷，互阮当伫即个逐所在、逐时刻，拢会当来敬献做主你的守望者，来迎接主耶稣你的过来。主啊，也求你帮助阮，加添阮有气力。特别阮长辈的兄弟，也是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每一天拢有上帝你的话点伫阮的心，互阮的心神愈来愈勇壮，也互阮的心智愈来愈少年。当阮今年庆祝60周年，10年以后，阮要庆祝70周年的时阵，也发现讲上帝，你真正互阮的愈来愈复兴，也互阮真正身体愈来愈勇壮。互阮真正当见证上帝你的奇妙的大布有甲大权能，阮咱的祈祷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77首，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向前的事，相信听堂为带来祝福，安尼向困苦通过去，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信心管理。大是功劳，同家你我，互世界美好，信心不忘的是基督，靠主信心坚固咱心志，勇敢行出旧的过去，希望推过忧伤拢脱。心中发现意义，因我的主最近带人去，分享见证听堂作为，这是定心主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年，为心大家。请坐，这是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咱若也无明白，请咱用感谢来表达咱的感恩。
起立。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有活命的希望，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主的圣殿，用欢喜的心来学罗敬拜你。求主继续看顾每一位兄弟姊妹，互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得到主上帝所来的祝福，会当靠主来得胜，互阮逐人的心内拢有平安甲喜乐。阮也将心中的挂虑甲重担交托予主，求主的恩典也甲阮伫地，佮赏赐阮智慧，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也求主来保守教会逐位兄弟姊妹有同心合意的心志，会当欢喜来为主来服侍做工。即马阮献上阮的时间、才能甲金钱做圣工所用，求主感纳。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请看长老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在先来做来宾的介绍吼，毋知有今早起给咱中间头一摆来礼拜的。我手中有一位吼武帅，毋知有伫咱中间无？好，咱欢迎伊吼。伊住伫莺歌啦吼，伊嘛是即个月的寿星吼，小等下咱要举行庆生会，当来到伫咱的头前吼。继续我来报告。首先是咱60周年的感恩礼拜吼，要伫11月初2来举办，也有早起有礼拜，也有运动园游会吼，那会当报名吼，10月27以前爱报名吼，所以咱通伫即个所在来报名。好，过来是10月19下晡1点，咱要举办2026年的曙光研讨会，请新旧人的中级甲专职的同工来参加。若是袂当参加的，请陈牧师来请假。10月18日拜六暗时7点半，伫咱的礼拜堂吼有小教堂的合奏团的音乐会，欢迎兄弟来参加。当日咱的青年礼拜有暂停吼。10月15拜三的10点半到12点有松大的讲座吼，伊的主题是被诈骗钱还能拿回来嘛吼？有来参加就会当摕转来吼，若无就无吼。咱请陈义全律师吼，欢迎来参加吼。后来10月15拜三12点半伫数控局教协要召开松大的校部会议吼。后来志工队咱有要新招募志工，有几项吼。第一项是爱家志工，第二项是派报宣传志工，第三项是幸福巴士的任务志工。咱可能听无这志工要做啥物吼，不要紧，咱先报名啊。有任务的时阵会当甲咱通知，啊，你若毋知影要安怎做，会甲你有训练的课程来帮助你吼。啊，你若是还袂摕到志工手册的嘛，不要紧吼，咱先报名，先登记啊，咱的总干事现在会甲咱大家来安排吼，来训练时间吼，请咱会当踊跃来参加吼。后来，咱伫10月21日暗时7点半有倒球的专题讲座，要请蔡新元教授，伊是鼓山教会的长老，伊嘛是迄个神武大学的教授吼，伊要来甲咱讲桌球基本概论加颗粒的运用吼，来当踊跃来参加。过来是10月18日拜六
有自修的课程，有 A1 的课程甲 A2 的课程吼。A1 是伫下晡，啊 A2 是伫早起9点半。啊，像有报名的兄弟来注意时间，来按时出席。过来10月16有中华兄弟部有办中央敬老的感恩礼拜。啊，已经有报名的兄弟，请7点59到会来报到吼，8点要开车。好，咱这是要来举办10月份的庆生会吼，请10月份生日的兄弟吼来到伫台前吼，咱要来给恁庆祝生日吼，请恁无客气吼，站起来吼，来到台前吼。祝你生，做伙来唱吼。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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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是甲咱的中华民国台湾做伙生日啊，做伙庆祝啊，所以拢是10月的寿星啊，咱做伙来为因来祝福。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来为着10月生日的兄弟，为着因来祝福，也为着因来欢喜。愿上帝来祝福伫因的心中，互因每一天，特别是伫今年中间，有上帝你甲因做伙，互因出入拢有平安，也互因的心灵拢永壮，也祝福伫因的家庭，祝福伫因厝内底的人，拢有上帝你的恩典充满。更较要紧的，愿上帝你的话真正进入伫因的心中，互因的心内底会当有主的仰望，也会当互因的身躯对因的骨头，拢当搁活起来，会当活跳跳亲像一尾活人。主啊，阮也祝福阮的国家中华民国在庆祝114周年时阵，也互阮的国家有行公义、好人民、谦卑来甲主你三角行，也祝福阮的总统执政者，会当带领阮的2300万的百姓，会当行伫上帝所赐福的道路。阮同齐伫主的面头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感恩，拢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咱拍破来恭喜生日快乐！哦，恭喜生日快乐！好，咱继续要来看这礼拜的圣经吼，金句吼，咱的金句，第1世纪书34章14节，咱做伙来读。我要将我的开本伫恁内面，互恁活起来。我要甲恁安置伫恁家己的土地，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我讲出嘴一定实行，上主安尼宣布。以世纪书37章14节，搁一摆吼。我要将我的开本伫恁内面，互恁活起来。我要将恁安置伫恁家己的土地，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我讲出嘴一定实行，上主安尼宣布。以世纪书37章14节。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上主大人来，应着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行同在。我主也可变就你演出比欢待你，主写起保守你的知识，高因世代。愿上主大人爱，
心内，主的听为是客，行你行动山。愿主也甘愿照你言主必宽待你，主先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恁尽大家三角之地，互恁有上帝话建立伫你的新心灵，互恁会当因为主的话搁活起来，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麦倒。